好的，大家3个小球，2个空碗，空空如也。我们将其中一个碗给它扣起来，接下来仔细看，好，拿起桌面第一个小球把它放到手中，在这里1、2、3进去。第一个小球它就会跑进碗里面。我们继续再将碗给它扣起来，拿起桌面第2个小球，同样给它放到手中，在这里1、2、3进去。第2个小球也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跑进碗里面。我们继续再将碗给它扣起来，拿起桌面第3个小球，同样给它放到手中，在这里1、2、3进去。第3个小球也会不可思议的跑进碗里面。那这一招3000归洞如何做到的？直接教给大家。好，那其实这个魔术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4个这样子的海绵小球。在表演前的话，我们需要缠一个海绵小球，把它夹在无名指和小拇指之间，这样夹住它。好，这样展示3个小球没有问题。好，展示空碗。好，然后把其中一个碗给它扣起来的时候，这里长的小球给它同时扣到碗里面。那这样，这时候碗里面已经有1个小球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拿起桌面一个小球的时候，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去把小球给它夹起来。夹到左手的时候，用左手去抓的同时，快速用右手的中指、无名指把它勾过来，下面勾过来，一个夹拿的动作。好，这样子1、2、3进去。好，感觉小球就像跑到碗里面一样的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碗给它扣起来的同时，这里长的小球同时也给它扣到碗里面。这时候碗里面有2个小球，我们再拿起桌面第2个小球的时候，同样的如法炮制，跟刚刚一样的动作，中指无名指夹住小球，假装把它交到左手，一个夹拿的动作，依然在这里1、2、3进去。好，第2个小球也会跑进碗里面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将碗扣起来，跟刚刚一样的循环这个动作，把这个小球同样给它扣到碗里面。这时候碗里面已经有3个小球了。那么我们拿起桌面第3个小球的时候，一样的一个动作，夹拿的动作，像这样1、2、3进去。好，第3个小球也会神不知鬼不觉跑进碗里面。好，那么拿筷子这个手其实还藏了一个小球，但是大家注意看，从始至终并没有给大家检查。那整个魔术的一个表演方法和原理就是这样。你